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这一期啊，咱們繼續來聊紅綠市場。今天啊，咱們這個紅綠市場啊，可以說繼續充當指路明燈，為全球資本市場繼續指路啊。我為大家細細說來。首先啊，看咱們的市場，今天呢，上證指數啊，漲了0.72%，這個一切啊都在掌握之中，體現了慢牛的精髓啊。指數3832點，你看還沒到4000點，一個慢牛的姿態啊，已經呼之欲出。深圳成指呢漲了2.21%，北證50漲了3.26%，这個走勢啊都非常的健康，一個比一個多，對不對？那最厲害的就是說啊，創業板指數漲了3%，雙創呢就科創綜指啊漲了3.69%，科創50漲了2.99%，這個都是非常克制啊。為什麼叫克制？你看啊，科創50它就漲2.99%，多一點都不漲。為什麼？你看那個電商對吧？那個直播間還有那個商場賣東西2塊9毛9，他就不寫3塊，為啥？3塊對吧？那感覺貴啊，499對吧？他就不寫500。咱們對吧？可以說把這一套理念啊用在資本市場也是很好使啊，也是很解決問題。你看。你要漲3%，那就不好看了啊，太多了，體現不出慢牛的精髓，所以控制在2.99%。科創綜指也一樣啊，科創綜指你看3.69%，他就不願意多漲一點3.7%了，多漲一點就4%，對不對？那就不是慢牛。而且我看了一下啊，這個咱們今天開盤，這個雙創指數、科技股、人工智能、硅基、小燈啊，都是漲停開盤，或者是短時間內就漲停了，非常猛。我看那個創業板還漲了6%吧，那個科創啊也是7%、6%。那這一看，對吧？有關部門一看這不行啊，你這是瘋牛啊，哪能這麼漲呢？所以尾盤啊紛紛把它調下來了。尾盤呢，這是調過了之後的啊，以3%、2點幾收盤。對吧？顯得恰到好處。如果你漲個7%、6%，那又是瘋牛啊，上下，對吧？亂竄，這我們資本市場是堅決不能容忍的啊。那亞太，對吧？美西方那是他們啊，所以你反過來今天看看韓國股市，那簡直是笑掉大牙，難登大雅之堂啊。今天這個成交額，你雖然今天漲得不錯，對不對？今天滿滿的這種積蓄力量，然後往前小試一下，打出一個刺拳，不是重拳出擊啊，不是暴力反擊，是打出個刺拳啊，往前試探一下，發現效果非常不錯，然後主動又回收一下啊，準備為8月份的吧，既為7月份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又為8月份留下空間。你說這個對吧？這一般人哪做得到呢啊？這種精髓是吧？也只有我給大家一解釋，他才明白為什麼這麼做啊。那成交量呢，只有2.56萬億，對吧？比昨天只多了2000億，非常含蓄，非常內斂，對吧？既要漲，也不能瘋狂，籌碼鎖定性非常良好，2.56万億。當然了，說一千道一萬，咱們要看結果，結果就是金融消費者是不是感覺舒服了？你看看今天，顯然啊，今天4691家上漲。对吧？這就是普天同慶吶，對吧？今天一定是什麼好日子啊！今天是個好日子，普天同慶。今天既是周五，所以瘋狂星期五，又是7月的最後一天，所以這個非常重要啊。今天啊，金融消費者可以說過一個完美的周末，完美的這個7月底，這個夏天，728家倒車接人，這個屬於輪休啊，總得有一部分人要休息啊，所以說啊，728家。倒車接人，所以我們這個資本市場一看，那是非常健康、穩健、慢牛的這個姿態已經呼之欲出，是高質量的啊，有控制的在往前走。當然，我們再看韓國，那簡直韓國這個資本市場，我是建議啊，要不行就給它關掉算了，對吧？這個韓國人也沒必要，對吧？是這個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你學美國也學不明白，學中國的也學不明白，你不如關掉算了。这我是建議啊，这個韓國人不要生氣啊，這個要虛心。為什麼這麼說呢？韓國 KOSPI 啊，綜合指數
居然暴漲18%，歷史最大漲幅。你說指數漲了18%，你說这叫什麼市場？菜市场也比你这市场嚴肅一點，你不嚴肅嘛，對吧？你搞得跟我這節目呀，這是個不正經的節目。那你這個韓國啊，資本市場也是個不正經的資本市場是嗎？哎，跌就跌12%，漲就漲18%，這指數啊，給海力士哎漲了30%漲停，你說說吧？這海力士也是創了記錄啊，歷史上第一次漲停。韓國綜合指數是歷史第一次漲18%，最大漲幅。你說三星電子漲了26.8%，市值啊重新回到1.2萬億美元，就把以前的那個跌的已經回來了。三星啊，這個海力士還沒回來。那日本的資本市場呢，對吧？日經225指數收盤上漲4.03%。不要看啊，韓國綜指漲了18%，那這個妥妥的它是低質量上漲。哎，這種上漲沒有質量。昨天跌12%，前天跌11%，今天漲18%啊，这種低質量的，是高波動性，風險非常大。韓國的股民對吧？韓國的金融消費者那是不停的啊，就整個7月份呢，它不停的是在 ICU 和 KTV 之間切換呢。昨天在 ICU， 今天進 KTV， 哎，下個禮拜他媽又要進 ICU。你說這樣你身體再好也架不住這樣整啊！不要看我們啊，我們只有0.幾的漲幅，那是高質量的啊，那是收放自如，對吧？那是心中有數，胸有成竹。而這個韓國啊，綜合指數那簡直就是亂，對吧？上下亂竄了，根本就不知道要往哪兒走。我把這事捋一捋啊，也很多人不明白，對吧？昨天咱們資本市場是不是定海神針？是不是壓艙石穩住了？咱們一穩住，昨天晚上美股一開盤，他就一看，對吧？東方大國穩住了，那他就開始上，所以昨天晚上美股反彈，前天美股是暴跌，對不對？昨天晚上就開始反彈，因為昨天收盤我們穩住了，昨天晚上啊，美股一看，資本市場那不能輸給東方大國啊，所以人家就穩住了啊，人家也開始拉科技股反彈，當然了。他也找了很多理由，對吧？反彈的總得找一理由，他總不能說，哎，因為這大國漲了我也漲，大國穩住了我就漲，他不能這樣，對不對？他肯定是找一些理由啥？理由就是啊，這些科技公司啊，好像是現金又回來了啊，這個是微軟吧，還是什麼？哎，雲服務賺錢了，你說真叫稀奇，是不是？完了之後，大家又相信，就是前一天還覺得這個 AI 不賺錢，昨天晚上突然發現 AI 能賺錢，就這意思。完了，這些半導體啊。人工智能這些啊就開始漲反彈，然後啊什麼老燈股呢？比如蘋果是老燈股啊，開始跌。這個一切啊，所以說我早就1個多月前是吧，我就一直說咱們是壓艙石，全球資本市場的明燈，為全球資本市場定舵靶向是吧？所言不虛。所以昨天美股一反彈，那今天早上是吧？那今天早上啊，亞太股市、日韓股市直接高開。然後就你看韓國股市漲了18%，那個海力士就直接奔漲停去了啊，然後就在那25%那是晃到最後尾盤也給它收漲停。但是我告訴你，韓國股市又走錯了，对吧？他老是不小着點。但我一直建議韓國的派專家團隊啊到大國來學習，你得小着點。我們這個資本市場今天啊下午一看漲多了，立馬主動回撤，對吧？這個慢牛穩中向好的這個局面不能被打破，慢牛。所以說你看我們主動回撤，有很多科技股啊都漲停了，对不对？尾盤都漲停的打開了，主動的啊回撤。你這是為什麼？有很多人他說，哎，很多認知比較低的啊，格局層次比較低的人，他就認為，哎，這是啊主力開始跑了啊，這是套人了啊，見好就收，高位開始套現了，沒那麼簡單啊，就是對吧？咱格局高一點。啊，這是主力主動回撤，是為了，對吧？營造一個慢牛的氣氛。那咱們不能像韓國股市那樣動不動漲個18%，是吧？我們漲8%的有點多啊，7%也多，所以說我們搞3%、2.9%，這樣不顯山不漏水，對吧？這樣長長久久，是吧？這樣才可持續發展能力啊，才可持續上漲。那個韓國股市啊，一腳天上一腳地下的，韓國的資本。這個金融消費者的現在苦不堪言吶，一會兒是對吧盛夏的果實，一會兒是寒風肆虐，
一會兒是 ICU， 一會兒是 KTV。不管是ICU 還是 KTV， 反正你那些韓國上百萬那幾十萬清倉的爆倉的人已經沒機會了，他已經爆倉了嘛，2倍做多 SK 海力士。如果今天要買了的話，或者尾盤買的，那今天60%到手啊，你投個100萬，今天一天就賺60萬了，一天呢，是吧？比亞迪你能買10輛，自己開1輛，完了那5輛出租，開网约車，就這一天呢，短短的一天多少人錯過了暴富的機會啊！就是我們的資本市場尾盤主動回調收縮，对吧？那麼而韓國資本市场呢，它根本就沒看出門道，亂漲一氣，暴力拉升，所以下一周就是8月份，這韓國的股市恐怕還是消停不了會有更多的人破產。我已經注意到有很多網友建議就是咱們的監管部門要主動的給韓國監管部門，對吧？要發監管函，因為我們是全球資本市场压舱石对吧？指路明燈所以我們要求韓國股市你要定期發異動公告這是網友建議的對吧？你這個大幅上漲遠超世界股市平均水平，那你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得發異動公告，对吧？就像上市公司一樣的，就像監管要上市公司，对吧？你連續2天漲停，你得發異動公告，股價異動那你韓國也一樣，韓國你這指數異動，一會兒20%、12%的下跌，一會兒18%的上漲，你這叫異動。所以說，對吧？你韓國的監管部門也應該主動發異動公告這誰要求呢？那就壓艙石要求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要維護世界和平維護世界資本市場的穩定，壓力很大責任很重所以完全可以要求韓國的監管部門，甚至韓国總統，對吧？要定期定時的發這個韓國 KOSPI 指數異動公告。KOSPI 指數嚴重脫離韓國基本面，屬擊鼓傳花，有快速下跌的風險。如果再不收手、不悔改建議停牌核查，对吧？也就是說要把这个先把亞太的資本市場要主動管起來，對吧？這是主動管理因為亞太資本市場多多少少會影響咱們資本市場，對吧？影響咱們的這些有很多這個金融消費者，所以呢，我給我們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是吧？營造一個慢牛的氣氛，穩中向好，向新向優這麼個氣氛。那我是建議主動的把周邊這些資本市場給管起來，尤其是像韓國這種貓一天狗一天的，誰受得了你看這韓國指數一漲任志平老法師對，任志平老師不能叫老師任志平老師又開始活躍了開始發微博說又開始做廣告了，這是做廣告引流這個顯然這個好像他不受這個上一次爆倉的影響。任志平老師說大反攻7大信號又來了這哥們兒又不汲取經驗教訓這個7這個字對任志平老師他不是個吉利數字還沒有汲取經驗教訓就是我記得是這個任志平老師從那個恆大一出來以後他不是搞直播嗎？直播然後他就準備講中國經濟的7大什麼障礙，還是7大什麼，反正就是唱空吧。他直播，結果講到第3大的時候，直播間沒了，他被抬走了。然後第2天據說叫去談話了，談完話這個任志平老師就說了從此唱一下中國經濟光明論。後來就成了這個樣子當然了，他曾經也賣過生髮水，對吧？在那以後他找不着出路想說點真話不讓說他只好賣生髮水，結果賣生髮水被罰款了，對不對？被罰款，後來也不知道怎麼就混到這個地步就開始賣課。割韭菜的今天他不汲取經驗教訓，又來一個7大信號。這哥們兒，我要是他，我要編8大信號，是吧？要麼我忍痛我砍了一個6大信號，反正我就不說7，不吉利上次就說7大對吧？障礙被叫去核查了，你這今天還玩7這個字不吉利我所以任志平老師還要吃虧這虧還沒吃夠學費還沒交夠那壞事就壞在這個7上面大反攻7大信號，說全球科技迎來久違的大漲，這是反彈還是反轉？7大利好信號，這7大我看了一下它首先它少了一個第4大沒有，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是不是冥冥之中心裡有點這個不安是吧？刪掉了一個，實際上是6大，寫成7大了，它沒有4大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
它這7大裡面啊，前3大說的都是美國，這個我得好好说说任志平老師了。对吧？现在全球資本市場，我們是壓艙石，是定海神針，全球都看着我們的馬首是瞻。你怎麼說美國有什麼用啊？美國也得看咱們市場走啊，這不本末倒置嗎？他前面說3個都是美國，一個什麼美國的啊，什麼 GDP 和物價指數回落，那個跟全球資本市場啥關係啊？現在看我們的啊，對吧？這是我得糾正一下任正平老師，要不然還得去談話，對吧？還得叫去喝茶。第二個呢，說美伊戰爭雙方以打促談，這美伊戰爭跟資本市場現在已經沒關係了，早就脫敏了啊。這個所以說這個任正平老師。第3個是調整後全球 AI 科技龍頭估值優勢明顯 ，AI 科技浪潮不是概念炒作啊，這前3大都是美國，哎，第5大、第4大沒了啊，第5大是說咱們開了一個很重要的會啊，第6個呢說咱們 AI 科技企業業績向好，第7個呢說國家隊救市，你說說吧，監管釋放維穩信號，國家隊大規模增持，7大利好。然後最重要的是後面是啊，31日晚7點，哎，我将在視頻號直播，因為這就引流啊，又要賣課，誰也擋不了任正平老師賣課是吧？天塌了，任正平老師也是要賣課。這個我得介紹一下啊，這美國的經濟學人呢有一篇文章叫人工智能領域的收入增長迅速，就是人工智能領域收入啊增長迅速不錯，但想趕上支出還差得遠。他說大戲還沒開始。他說去年啊，包括亞馬遜、谷歌和微軟在內的美國最大科技公司共投入4500億美元建設基礎設施，其中很大一部分用於支持人工智能。這不過是一道開胃小點。今年的主菜是在芯片、數據中心、電力等領域投入9000億美元。咱們說的1萬億啊，實際上是9000億美元，這都是不是美國政府啊，人家是企業啊，巨頭投入。一共是9000億美元，2027年還將達到1.4萬億美元。為了給這場盛宴籌資，這些公司今年已介入逾4000億美元，就是因為4000億美元是借的啊。今年9000億美元的投資，4000億美元是借的。人工智能資本支出熱潮正迅速成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投資浪潮。假如超級智能已觸手可及，那麼建設占地相當於多個足球場的算力設施，也可能成為歷史上價值最高的資本配置行動。不過，資本支出仍可能給投資者帶來令人失望的回報。自6月見底以來，最大幾家人工智能公司股價已經下跌15%，市場越來越擔心這些投資難以產生理想的回報。谷歌母公司7月22日公布的第2季度業績後啊，股價下跌7%，微軟和 Meta 定於7月29日公布業績啊。亞馬遜將在次日發布財報。7月28日，以2大芯片製造商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主要成分股韓國基準股指下跌10%。粗略估算顯示啊，他說要單靠可以明確歸入人工智能業務的收入覆蓋相關資本支出，每年需要2.5萬億美元的營收。比整個科技行業目前的總收入還高，也就是要跟現在的這個投入相匹配的話啊，就這意思。那每年美國啊，人工智能相關的收入，你得算的啊，人工智能相關收入要達到2.5萬億美元，那你才跟現在的這個資本支出相匹配上，就這意思。願意為個人版人工智能訂閱付費的消費者似乎只佔極少數，因此真正的大錢只能從客戶那裡賺取。例如，交易者可以使用微軟制作的更好金融模型，學校也可以借助谷歌的模型教育兒童。不過，人工智能產生的收入距離數萬億美元仍然很遙遠，就這意思。收入要實現大幅增長，就必須有更多的企業開始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廣度邊際增長。同時，還要讓現有用戶更深入的使用，也就是提高強度邊際。從採用範圍看啊，他說美國人口普查局最新的2周一次的調查顯示，約20%的美國企業在此前2周內曾在任何業務職能中使用人工智能。英國官方數據則顯示，約1/3的企業聲稱正在使用人工智能。不過，調查問題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假設啊，以富裕國家為主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中有1/3企業採用人工智能，
那麼要創造2.5萬億美元的收入，每家企業平均每年需要支出約10萬美元，這現實嗎？就意思是這不現實啊。英格蘭銀行1萬約佐夫及同事發現，他說美國企業高管平均每周使用人工智能1.7小時，這足以制作一份像樣的 PPT 演示文稿，但也做不了太多其他工作。比如這些淺尝輒的用戶，免費或價格極低的人工智能模型往往已經夠用。英國官方數據表明，在使用人工智能的英國企業中，接近一半沒有为此付費。這些企業可能使用美國模型的免費版本或中國的開源模型。然後這個經濟學人啊，把目前美國的主要的這些大模型啊，一年的收入加总了一下啊，認為每年大概150億美元收入。就現在，他說人工智能收入增長速度極快，但對投資者而言可能仍然不夠快。國際清算銀行的普理猜所做的計算反映這一點。他說問題的核心在於以 token 消耗量衡量的人工智能使用規模增長速度可能比收入還快，原因可能是越來越多的人不斷在不同的免費模型之間切換，而不是付費使用。然后文章暗示他說或許有1/3甚至更多的投資最終無法帶來令人滿意的回報。歷史經驗顯示，企業每在計算機硬件上投入1美元，還會投入5至10美元建設這類無形資產。這意味着人工智能要充分釋放潛力，企業每年可能需要投入數萬億美元。然而，目前幾乎沒有證據顯示無形資產投資正在迎來熱潮。最新數據顯示說美國企業對組織資本的投資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正在下降。所謂組織資本，主要包括改進日常工作方式、流程、企業文化、供應商關係和數據流動等方面的投入。等到人工智能真正接管經濟時，人們自然會感受到。經濟學人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相比較现在資本大量的投入，產出那簡直是微乎其微，還早着呢。所以我們一直說大家都認可人工智能未來是吧，一定是這個。但是真正的到人工智能被資本認可，產生利潤，這中間有很長的路要走。那在這個過程中說不定現在的這些在前台蹦輋的這些企業，慢慢的都沒有了。真正未來亮眼的企業，真正的獨角獸，說不定還在醞釀之中還沒有出來呢。前面這些企業都是跑龍套的，一旦你被套住了那你恐怕就套住一輩子對吧？真正的獨角獸很有可能還在醞釀之中最後我們再看看新聞說7月30號，根據香港證監會網站，香港證監會向富途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發出限制通知書。什麼意思呢？禁止其處理或者處置由某實體持有的客戶賬戶內的資產，以1.25億港元為限。為什麼呢？是該實體涉嫌參與一項欺詐計劃，旨在營造首次公開招股股份需求的虛假或非真實表象。富途並非香港證監會的調查對象，而該限制通知書亦不會影響富途或其他客戶。該限制通知書禁止富途在未有事先獲得香港證監會書面同意的情況下，以任何方式處置或處理輔助、慫恿或者致使另一人以任何方式處置或處理該客戶賬戶內的任何資產，以該通知書所載款額為限。若富途接獲任何受限資產有關的指示，亦須立即通知香港證監會。香港證監會認為，為維護投資大眾的利益及公眾利益，發出有關限制通知書是可取的。香港證監會調查正在進行中。這什麼意思呢？我給翻譯一下就是香港證監會已經查到了有一個公司在香港參與了 IPO 造假。就咱說俗話，通俗一點IPO 造假。那他說的好文縐縐的，不太好懂IPO 造假之後呢，香港證監會就要求富途是券商那這家公司在富途這兒是他有賬戶的，在裡面存了1.25億以上的錢，这個資產多少不知道。然後這個香港的證監會就要求富途，你給他的賬戶給他凍結1.25億港幣，給他這個錢要凍結，不能動。誰如果要動這筆錢，你就要向香港證監會報告。
也就錢被凍結了。但是這個事情跟證券沒關係啊，附託證券只是你把這客戶在你那開的戶嘛，你那賬戶裡面有這麼多錢給我凍結一下，理由就是這個客戶參與了 IPO 造假，叫欺詐計劃。所以我是不是在很久以前就說了，那麼多對吧公司跑到香港排隊上市把香港的資本市場都玩壞了，对吧？你把這一身的毛病帶過去了，在那兒玩也是一個玩法但你以為他們能玩成啥？一樣的玩法香港監管部門不過是後知後覺而已，等發現的時候晚了 ，IPO 已經上了。至于哪家公司造假上市，咱不知道，他也沒說，反正涉嫌造假。就是咱們叫蟑螂定律嘛，對吧？你香港你发现一家 IPO 造假，那說不定已經有很多家了。所以我說蘿蔔快了不洗泥。在香港上市的這2年跑到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有多少家？有多少？幹啥的都跑去上市了。我記得去年年底是吧？香港監管部門還專門發文要求券商這些中介是吧？還有律師事務所要什麼嚴格把關，要加強職業紀律。那你這有什麼用你是主動引狼入室所以這個新聞的它的關鍵點不是說查了1.25億那都是小事。這個新聞的關鍵點是，居然香港有 IPO 欺詐了，這玩意兒對吧？只能在印度出現的東西印度資本市場才有的事，跑到香港去了，那你說咋回事傳染過去的 IPO 欺詐對吧？這不是印度資本市場特有的嗎？怎麼跑到香港去了呢？誰給解釋所以我說香港資本市場被玩壞了，香港科技股是吧？指數恒生科技股玩壞了，還有那個是吧？钱多多专门他也那個直播，然後就割韭菜，去哪兒割也是去港股割，帶到那兒去對吧？在那兒消滅，你就恰恰說明港股已經被玩壞了。IPO 欺詐，這個韓國為什麼沒有 IPO 欺詐呢？或者有他不敢報道，不敢查？美國怎麼沒有 IPO 欺詐呢？也是不敢查嗎？最後以網上一個小段子來結束今天的節目。現在這個段子又升級了說全球7月的股市說主力為了套住我發射了1枚火箭，主力為了套住我甚至造了5台光刻機，主力為了套住我竟然讓全球科技股暴漲，這一切都是為了套住在胡市的這些金融消費者，叫沉浸式體驗為了讓你開心，為了讓你物有所值，主力也是操碎了心居然還能操縱全球科技股暴漲，就是為了套住你為了套住你還甚至造了5台光刻機，容易嗎？你說發射火箭那都是相當于小 case 辦個春晚那更是小 case 搞個論壇對吧？那都是小巫見大巫，現在都是能夠操控全球科技股暴漲，也是操碎了心不管怎麼說經過今天的一輪反彈，很多這個金融消費者半條命又緩過來了，覺得自己又行了，這個周末一定是很愉快的是吧？等着就想着周一趕緊開盤，覺得自己又行了上馬再戰對吧？周末趕緊調集資金該加倉的加倉對吧？該補倉的補倉，調倉換股是吧？這周一又活過來了。這個散戶就這樣給點顏色就開染坊，給點陽光就燦爛，也稍微一彈他就是巴菲特，來兩個一跌他馬上就開始哭爹喊娘，最後瘋了為止對吧？這錢肯定是賺不到的，放心吧。最後肯定是落個精神病，要麼就是瘋，不是瘋就是傻，瘋癲癲呢。韓國的年輕人不知道怎麼過的他昨天要跳樓，今天18%的漲幅，對吧？你要海力士一下就回了30%，生活又有了信心是吧？未来又充滿了希望。你這麼整呢，受得了？下周一又來一盆涼水，透心涼。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